各位觀眾。China's Deputy Premier Deng Xiaoping. Good evening, Nick Griffin with TVB's News File. Good evening.各位觀眾，各位觀眾。北京大學生5·4大遊行之後，聽日復課。趙紫陽詳細分析點樣處理學生運動。香港嘅大專學生亦都集會聲援北京學生。亞洲開發銀行年會今日開幕。盧泰愚話要堅決鎮壓學生嘅反政府示威。各位。警方喺錦田圍捕疑匪，雙方駁火開咗40幾槍。警方話，雖然要調人手維持集會遊行嘅秩序，但係實力冇受影響。演藝界人士今日大匯演籌款賑災。香港人嘅捐款送到江蘇省興化市。各位觀眾。警方破獲一個非法外圍碼賭檔，涉及嘅賭注達到幾百萬。張學良話想翻去東北嘅家鄉探親。張德培對韋頓爭大滿貫賽嘅冠軍。新聞嘅詳細內容。廣州曲江車禍部分傷者今晚返港。石崗船民中心騷亂事件又有1個人傷重死咗。女子花劍高級挑戰杯賽產生冠軍。詳細嘅新聞內容。颱風一走，九龍新界交通大亂。團體指政府係冇改善貨櫃碼頭交通措施。大部分回教國家指美國突襲伊拉克係侵略。各位觀眾。香港就一間酒家嘅簷篷倒冧，一死10傷。一個男人開咗7槍企圖自殺，不過冇受傷。喺台北，幾百人去行政院抗議取消地下電台。
新聞嘅詳細內容。各位新聞嘅詳細內容。新界北部廣泛地區水浸，有居民被困。政府要求收窄西北鐵路研究嘅範圍。周南華希望過半數議員加入臨時立法會。新聞嘅詳細內容。